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鸡龟。分鸡龟是吹牛说大话，分鸡龟也是吹气球。鸡龟是鸡仔的属囊，就是鸡暗龟，就是鸡仔食消化器的一部分，是暂时收存食物的所在，也是一个地仔型，冷暖有弹性，哪甲分风会碰大。因为气球的形体就进行鸡仔暗龟，所以就把气球讲下做鸡龟，也就是鸡龟仔。分鸡龟就是把一个小小的属囊分做一粒大球，所以就用分鸡龟来比喻说大话、吹牛皮。你莫伫遐碰风臭大分鸡龟，好笑话讲几大。伊迄个人真臭屁，真够分鸡龟，你唔通去互好气。若气球鸡龟仔，五彩缤纷的鸡龟仔，总是带予人欢乐。有真侪婚礼甲活动的礼堂，拢是用鸡龟仔布搭装塔。台中卫道高中的学生颜瑞君参加美国鸡龟仔创作的比赛，摕到冠军，奖做台湾之光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鸡龟实在真趣味。